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8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5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6节到第9节，雅各书第2章第1到第7节，雅各书第1章第9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考验。在人跟人的关系，或是人跟上帝的关系，甚至我们所谓的情人之间的关系，或是说夫妻的关系，各种的关系当中都可能面对考验。许多是因为环境的变化，也可能因为身边其他的人，这样都有可能来影响双方的关系。我们说这是一个人际关系的考验，人跟上帝、人跟人的关系，甚至跟上帝的关系都在经历这些考验。那雅各书这样是说到：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请答应我，请指着羚羊和母鹿发誓，你们不吵醒我们，不干扰我们的爱情。虽然前面这个是以这个我们所谓的男女关系来论，同样的也其实就是谈到人跟上帝的关系，但是仍然也有所考验，就是去面对考验。以色列人在历史中总是会遇到一些考验，他们呢，到处都会跟随其他的民族的宗教去拜他们这个偶像，如同雅各书第1章第7节所说的，不要干扰我们的爱情，就是人跟上帝的关系。耶稣基督教导基督徒的主导文里面也这样说道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但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更明白的说，就是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是仍然会面对苦难，基督徒的生活仍然会遇见考验，但我们不能只怪所遇见的考验，我们应当去学习倚靠上帝，让我们自己不要陷入考验以及所谓的凶恶当中。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所警醒，我们自己也有这种警醒的责任，自己也有远离诱惑的责任。这是许多犹太教徒自以为选民他们所缺乏的，因为他们失去了警醒的心。雅各书也告诉我们，他说，遭受试探而忍耐到底的人有福了，因为通过考验之后，他将领受上帝向爱他的人所应许那生命的冠冕。人如果经历这种试炼，不可以说上帝在试诱我，因为上帝不受那邪恶的试诱，也不试诱人。一个人受试诱，是被自己的欲望勾引去的，他的欲望怀了胎，生了罪恶，罪恶一旦长成，就产生死亡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要被愚弄了。雅各书说得非常清楚，基督徒遇到的考验呢，不要只想要怪别人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最会这个了我们不能只怪上帝啊，都是上帝啦，都是摩西啦，都是谁啊？我们应该先要检讨自己，让自己在生活的当中来警醒，然后能够远离迷惑，
远离考验跟试探。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说在走路的当中不经意的跌倒了。牧师在刚刚搬到三峡教会的第一个礼拜六，因为对于地形的不熟悉，就在教会的院子里面跌倒，造成左脚的擦伤。这要怪谁呢？当然要怪自己自己不够小心，不够警醒。当我们这些基督徒愿意谦卑的自我检讨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去仔细的看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，所以才能够避免下一次意外的发生。就如同这种信仰生活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必须要警醒，我们必须要谦卑，我们必须要求上帝的保守，带领我们离开这个考验，避开危险。甚至当我们陷入考验、跌入困境的时候，我们更是要求主的怜悯，带领我们离开这些考验，避开这些危险。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，让我们能够靠主再一次的站立，再一次的得胜。我们也看到雅各在雅各书里面这样的提醒我们，他说到贫贱的信徒蒙上帝提升，应该高兴；富贵的人被贬低，也该这样。富有的人要像野花一样凋谢，烈日一出，热风一吹，草木枯干，花朵凋谢，外表的美丽就消失了。同样的，富有的人在事业上节节经营，也会这样子的衰败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必须要像这样子，我们要谦卑，我们要依靠上帝，我们才能够得胜。就如同白色的花一样，它虽然是盛开，但也有凋零的时候。因此我们必须要谦卑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就会使我们高升。这个就是基督徒应当追求的一个生活，我们才能够避开那个考验。我们只有全心全意的依靠上帝，才能避开生命的考验，然后呢，他得到完完全全的得胜。